紧叫阿姐。我才无爱咧，伊是歹人，歹人，歹人，歹人啊！阿明，真歹势哦，你囡仔阁细汉，我教示了无好，是嘞，真歹势。原来已经结婚了，这还有囡仔。警察咧，哎呀，这大个查某囡仔八字哦，拢甲你外合咧，而且哦，大家是安尼水当当个外高尚的，你敬一，看介意倒一个，来来来。你提走，你拢提走啦！哎呦，安那就安尼火气遮大啦！嘿，你唔知恁姊啊吼，为着你的终身大事哦，是费尽偌济苦心咧。哎，啊你也袂少岁啊，啊免紧带我生囝哟。这个我专工拣的，这个内底上水，啊厝内阁有钱，甲你八字阁上合，这个好啦，我带你去。你是讲错袂啦？我已经甲你讲过几摆啊，这个衫我无一个介意的啦。你是臭伊人听无哟？我到即摆是咧甲我拍什么意思的啊？啊你抓到着人会讲我什么地带啊？我三位啊，好心无雷针啦，衰到有影。我你嘛是咧生啥啦？我叫你做代志，你徛在创啥？啊？起来收收的，去啦！人客，菜菜，啊好好你食啥？米啦，豆干卤两切切，哈。哦，马上来。啊哈哈。陈满英，哈哈，查囡仔伊啦，负责甲做生意安尼，叫啥名？我叫秀仪哦，啊，几岁啊今年10岁。 ？10岁啊，遐。借问的吼，这有一个囡仔吼，查甫的，嘛甲你共款差不多10岁啊。因老爸叫做马元的，你捌听过无？秀玉啊，我叫你去做工课，你徛在创啊？去啦！头前啊，唔通对囡仔较歹啦。哎呦，你唔知影，这个囡仔哦，我笨蛋，我教袂用的啦。头前你好，咱借问的吼，啊，你这着生理店吼，好好来去人较多啦。啊对了对了唔知有一个囡仔吼，差不多10岁，啊，因老爸啊吼，叫做马元的。我唔捌听什么叫做马元的啦，我甲你鱼丸的，马元。来，你面好。啊好，对，歹势吼，头拄我袂跟你讲啊，因兜吼住咧金龟石啦。先生，你嘛拜托的好，我即马是咧开面单呢，我毋是咧开警察厅呢，你莫甲我问，我啥物拢毋知影啦。哈，啊，当面哦，趁烧啦，趁烧紧食。好，好啦，歹势啦，歹势。我甲你讲，你若敢讲我半句话出去哦，喙就给你挂起来，知唔知？紧说啦，搁你看啥？阿姐，我上啦。来，这，阿姐，我啦。阿姐，我来点。哇，阿姐，你真厉害呢！我干没？阿舅，啊，你是人死了，敢有几分啊？你若突然间问我这个问题啊？阿舅，你阿爸伊转来啊呢？什么啊？啊，你敢是甲我讲，恁阿爸已经过身，咱哪有可能搁倒转来？阮阿爸伊真正转来啊啦，就伫咧做铁下面半暝啊。这边哪有可能啦？人死吼，
就袂用个倒转来啦。你一定咧迷茫啦，你。阿舅，你哪会甲阮阿母共款，拢无爱相信我？你一定是想思念恁阿爸啦，半暝才在迷茫啦。我毋是咧做梦呢，我是亲目睭看到的哦。阮阿爸搁从阮厝内迄个饲草地啉好玩哦，还搁有留一花甲本呢。哦，这是真正的钱，毋是金纸哦。你讲半暝我去迄间厝是？阿舅，你咧讲啥？无啦，无啥货啦。阿舅，你是安怎？阿舅，阿舅做公安。阿舅，我找你来看医生啦。我去，阿舅休困者好，你换一个呀，草料休困者。哦，阿舅，你哪里还休困啊？哦，对哩啦。阿明，你啥进来我讲。阿舅，你哪会跟你皮皮喘啦？对了，我去叫一块菜来烘火啦。阿舅，你有感觉较好无？我较好。那小抓了，那小抓。阿舅，你来拍我拍落啦！你赶快洗的，赶快洗的，紧。阿舅，你袂敢照严重，我去叫我阿母来照顾啦。等下啦，阿明，明啊，这顶吼是马拉利亚，真有影是惊人的传染病啦。你吼紧转去啦，不然会互传染着啦。紧嘞，我袂哦，我要来照顾你啦。转去啦，转去啦，紧嘞，我做危险的。我唔惊啊！阿明，你安尼吼，下次要生气啊，转去啦。我唔管啦，我要老人家照顾你啦。阿明，叫警察了。阿明，你哪伫遮？我亲像捌你倒位看过你，对无？你就是顶个看到我就逃走的迄个人，对无？来，抓转去！我阿爸啦。你讲什么？伊是恁阿爸？是啊，伊是我阿爸啦。他说你若来找阮阿爸，我哪我绝对袂原谅你啦。哼，你讲袂使。你若是恁阿爸，是安怎伊会变在遮？为什么恁老母无甲伊斗做伙？因为我阿爸这个马拉利亚啦。马拉利亚。马拉利亚是会传染的，所以阮阿爸才会留在遮收养。因为伊无想要传染互我甲阿母啦。哎呦！你讲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走啦！走啦！你走啦！阿爸，你即摆破病，你莫讲话啦，我会保护你。我绝对哦，袂互因甲你拿走啦。较准若甲你拿走，我就去甲伊拼命啦！阿爸，阿爸，你是安怎啦？阿爸，你真是你别讲气啦，阿爸啊！阿爸，解开了，你还是我阿爸，干拼命！哎呦，哎呦！好，我会去甲恁老母问个清楚。是我知影你讲白贼，你就知死。行，来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你真是阿爸，你别弄死阿爸！阿爸，
因为你是好人，所以我才要救你啊！你先回去，你甲接到电脑，进入影，紧回去，无你若要烦恼，回去。阿爸，袂用急啦，你即马需要人照顾啦。即马吼无外人啦，你免叫我阿爸。你无教我去，我叫你阿爸晓。放心啦，我当然嘛是介意，是讲吼，我无代无志，你叫我阿爸，我承受袂起啦。那你我大家就叫你阿爸好无？当然嘛是好，是讲啊，我即马死去伫流浪啦，也嘛无固定住的所在，你照顾你的也是有限的。阿明，你会当叫我阿爸，我心内足感动的。是讲哦，你有想过无？有一天，咱两个准备要分开，是毋是足使人伤心的？我唔管啦，我袂甲你分开啦。囡仔，世界上无迄个无线的现实啦，总有一天，咱两个嘛是爱分开的。我唔管啦，我袂甲你分开啦。阿明。阿爸，阿爸。阿爸吼，喙粗大的，你去徛边，我出来话你，好不？好。那阮大是走去倒去，害阮暝久了，你才无眠无日咧等，嘛毋知等啊当时才会出现。大啊，你是走去倒？囡仔，不要紧嘛哈！你无才调到水就唔通灌遐多啊！你还急要创啊啦？我要救我阿爸啦！你阿爸是安怎？阮阿爸伊破病啊啦！囡仔，啊，哎，囡仔，不要紧嘛哈！收起，来，哦，这天。啊，好啦，来啦，我甲你灌啦，你坐咯，来。多谢啊。阿姐，你在车啦？哦。开在车就好啊。好。对，我找你真久呢。你想哪？人无爽快笑，面色哪这办？玛拉利亚，哪呢？我当会掉了。对了，头拄我伫外口，看到金川啊，四脚走到你这巡逻呢，有拄到你无？你较细腻的啦。有啦，刘春哦，我镜头多硬起来。好你加载，我面这个囡仔，啊无我即马落起来了呀。好你加载。上大你嘛真厉害，我才离开2、3天尔，不这囡仔才古锥啦，啊！讲起来啊，回头等吧，后摆哦，再慢慢甲你解释。阿明啊，来，伊哦是我的好朋友，叫咪姑啊，拍一个招呼的。咪姑啊，祝你好。真乖。阿爸，对，你别讲呀，是胡来要紧，加油！来个，你先顾着哈，我来听话哈。
我拄则看到恁翁啊，看到阮翁，你看像出惊吓的款。哼，亲像你唔知影，恁翁即摆着着马拉里啊，秘咧草寮内底。阿明即摆咧照顾。阿明，最近风声，玉兰花已经来到咱遮。我叫是恁翁，就是玉兰花，差一点仔就甲掠起来。玉兰花，是啊，因为恁翁顶摆看到我就走，我当然嘛叫是玉兰花。好佳哉恁阿明出来证明伊是因老爸，也若无，恁翁即摆可能已经在大牢内底啊。是我亲什么代志？哪会安尼？阿母，阿母，我回来啊！今仔日怎会才回来？你去倒位？今仔做什么代志？拢甲啥斗阵的？紧讲啊！无啊，我去找手机啊。找手玉，你还咧讲白菜？你若无讲，我打你！你讲你讲白菜，你让我最伤心的哦。阿母，我无啊。你无？你讲你无？今日金转就来啊啦！伊甲我讲你吼，你甲我定人做老爸，你敢知影咧做破阿母的名声？敢做会记你死去老爸是？阿母，你莫生气啦。我知影我唔该讲白贼啦。啊，毋过迄个时阵，我只是想要叫迄个阿叔啊。你安尼讲法就叫迄个人？迄个阿叔人足好的，伊嘛对我足好的啊。啊，毋过伊足可怜的，伊有叛变，足紧就会死。迄个警察，佮把我意识歹啦，佮要甲伊掠走。我迄个时阵无办法，只好叫伊下巴。你也知影，迄金川经理就甲这代志查清楚，伊会知讲拢是你掠咧讲白菜。代志若逼了，你敢知偌严重啊？我毋知影，我毋知影。迄个时阵我只是想要叫迄个阿叔啊。你这个戆囡仔，你迄个性哦，敢若办咧亲像亲像啦。你是毋通安尼后母迄惊咧，哈？阿母。对，这种药吼，食麻辣你要上头，紧食，病真紧就好啊。你伫我身边，我就安心啊。我是烦恼死啊！早知你会着这种病啊，我就袂去医兰啊啦。你这哦，拢有惊无险啦。我你刚才吼，我现这囡仔伫我身躯边啊，讲起来这个囡仔吼，实在是无简单。伊去遮尔细汉吼，读工吼遮尔巧啦，佮遮尔有胆量，无简单，真是无简单。大，伊对你吼真有心嘞，一直安尼阿爸长阿爸短啦，干那头拄仔要化会转去吼，就化几步啦，今日嘛有快，袂歹，真乖呢。讲起来吼，这个囡仔甲我有缘啦。大，伊敢是百万的囝？这边有可能啦。虽然阿明甲百万的囝共款拢是10岁，但是出生甲背景吼拢无共款啦。哦，阿明因老爸吼，1年外以前已经过身啦，伊甲因老母最近才搬来台南，甲百万一点仔关系都无啦。安尼咪去讲久啊？这什么意思？你是讲宜兰那边也无消息了？就是无，
我规个宜兰街啊，我问透透啦，问看有啥物人捌肉丸，无一个捌的啦。更加毋免问讲有啥物肉丸，因囝有啥物人饲啦。啊，毋过哦，我小可经过石遐啦，有探听新的线索。讲看觅。肉丸吼，有一个表小妹住伫咧台南，叫啥名？嘛毋知影。肉丸平常时吼，甲厝边隔壁真安尼拍招呼。迄厝边隔壁对因兜代志嘛无了解，会当问到表小妹住伫台南嘛，算真好啊。确实住喺台南。即摆听用酒抓，真正住伫台南。好，既然安尼，归去咱为遮单给大落来，斟酌去找看觅。哇，嘿，即间较早吼要做固定店的啦，啊，即摆收起来无做啊，咱遮甲收收啊吼，袂当伫遮大。唔通啦，继续开哦，固定店。开固定店，无啦，大袂用的啦。迄金川啊吼，我见过你呢，对咱两个即摆真怀疑啊。迄万不伊若知讲阿明咧甲骗，知讲你毋是阿明的老爸，绝对对你不利的啦。啊，你搁伫遮开店，找死路讲。肉丸是为了要救我的命才死的，伊死之前交代我找伊的囝，这件代志我搁打袂去完成，我感觉足计数。咱伫遮吼开这间店，出入入的朋友吼，啊，搁人客遮多，嘛较好探听吼肉丸因囝的消息。就算讲吼金川来找麻烦，我嘛必须要冒这个险。好啦，我咧决定安怎做，我拢听你啦。大，你巴肚敢会晓？小可，会晓。大，一间面点哦，口味真好，你试看。好啊。走，免管，我买。哇，我看你食面的骨势吼，就知影讲你的病啊拢好起来。你看你气色遮尔好，敢亲自就要换凉诶。你吼，那甲你甲阿明说多谢啦。我这条命头叫转来吼，我还靠恁两个咧。哎，你袂歹，过来装啊！来啊，过来啊！老妹啊，你过来装啊！老妹，我嘛是。两碗吼，死来。大啊，你袂当安尼讲咧。刚才你吼，甲我面骨毋知听偌济啊！我若无你啊，我毋知死几摆。你三摆兄弟啊，甲我来讲这啊，你哦。有影就对讲。来，你来，好，来，你叫你去。啊，对，头肯定啊。喂，啊，恁查某囝仔无快啊？讲啊，这死查某鬼啊，我这透早叫伊去饲猪啦，啊饲几个早起拢无转来啦，绝对透早去佚佗啊啦。囡仔人爱耍啦。对啦。我转来啊！你这死查某鬼啊你啊，哈！你规个早起甲我走倒，你毋知我店内底无营养，我拄才去倒煮菜，倒着手啊！手敢若骹咧，哈！当我当好啦，死好啦！等。啊，你敢是手摇啊？大，啊，你捌伊啊？我当然捌你，啊，就定来甲阿明斗阵耍迄个查某囡仔，讲奇怪哦，哪会遐久无看你？你好无？你这么暗，阿明去读册。啊是咧我声下啦，我去收收的啦。先生啊，啊你知阮这个面搭总赚遮偌济，啊就强要无米通落鼎，搁有钱通好读书。搁再讲啦，饲查某囝哦拢无效啦，后尾若饲大拢别人的啦。等，你讲，伊是你的查某囝？是啊，啊，这就奇啊！阿明哪会甲我讲伊是你的孙啊？啊我家己的查某囝我也算毋知影。啊若讲到迄个白菜面，安尼讲的话用来听的哦，狗仔有哪会食的啦？你话啊，莫使乱讲，人阿明是一个好囡仔。先生，你嘛太奇怪咧！啊，你是来遮要食面，还是要来管阮兜的代志啦？老巴嫂，阮大吼，上袂敢要看大人吼，欺负囡仔啦。我讲这件代志看着吼，关定啦。无啊，你是要算啥的你啊？哈，你知阮小弟咧创啥无？你敢讲阮兜的代志？阮小弟是孙查大人足大的呢。我知你什么孙大大人偌大，安怎大吼，都无值比阮大较大啦。啊，那伊是咧偌大？偌大，无你摕出来量，摕亲来动看卖。
秀哥，来，秀哥，你免惊啦，你受啥物委屈，甲阿姐讲，阿姐会当来你倒厂啊。无啦，我无受到啥物委屈。要紧啦，你唔免惊啦，甲阿姐讲，紧。无啦。你唔紧讲好啊，要紧啦，人惊啦，啊，紧，甲阿姐讲。哎呦，惊啦！你是安尼叫你洗钱，我你踮咧咧讲车，你是无代志做哟，行啊！踮遮咧甲人开卡，哈！你遐侪时间了，你去。拜托，你唔是拢劫富济贫，我善食人，啊你若来劫我的财，你唔来帮助我。老给牛，啊！你住在这阁袂歹吼，咱来叫恁查某囝困查房，迄个所在阁破阁臭，臭扑味阁遐重，敢要住落去？好个拢传落家己食，互恁查某囝食番薯汤配菜脯，你苦毒囡仔，你是毋是欠教食啊你？我无啦，我唔是中工的啦，你两人要大呀，拜托的啦，迄拢阮祖公啊放落啦，等我欠规世人，你唔通甲我退去啦，拜托的啦，我拜托了，拜托。免紧张啦，你行李啦。多谢。还阁有，这钱你摕，明仔载买几束仔，互恁查某囝穿啦。身穿遐棉被跟换换的，还阁有。厝无顶遐破空，心肝补补，有听无？我听个伊穿地上，我绝对会叫人来补补，我拢总甲换新，多谢，感谢。你过，大代志处理好啊。处理好。大个，我愈想愈唔对咧。你若讲真正要帮助秀瑶啊，你钱就直接摕秀瑶就好啊。你摕迄个破人，伊绝对会暗扛起来啊。这你就唔知，我是故意吼，要试探金花啊啦。是讲毛命，是个查某囝吼，一定对伊好个。是讲吼，秀玉吼一定受到金花威胁，唔敢讲实在话啦。伊根本就唔是金花的亲生查某囝。讲嘛像你，秀瑶啊吼，敢若真惊金花啊呢。秀玉，唔知有啥物稳情，谁人唔敢承认金花就是爷姑咧？谁人短短一个月时间，伊命运就变化遮尔多。以前食好穿好，敢若公主共款受人疼，即马比查某囝更加不如啦。到底是为着啥物？这其中一定有啥问题。阿母，阿母，你看哦，我捡了这个野菜呢，今仔日伊嘛，咱会当做来食哦。秋花小姐，伊是啊，伊是我后生啦，叫阿明，今年10岁。是我阿爸啊！你讲啥物？伊是恁阿爸？是啊，伊是我阿爸啦。他说你来来找阮阿爸，阮哪我绝对袂互因用你啦。报告，报告，现在有一项急件。秋月本名是区立美月，伊
伊就是余宝事件叛乱分子柯俊雄的家后。手的小姐，就是小金盗贼叫我要掠的人。你讲，迄个剃头人，都毋是因人啊？阿玲啊，你最近敢若无啥爱讲话，是毋是人无拄好啊？若无拄好，就爱甲阿母讲咧，我袂烦恼哦。阿母，迄个阿舅无去啊，伊拢无来看我呢。要紧啦，伊可能你无闲款，无安尼，等阿母吼甲这衫摕去互人了后吼，咱才来徛遐比看觅，无你敢会去碰着因咯？阿爸，阿明，搞死囡仔。阿明，哎呦，爸，我坐了足久啊呢。真是的啦，阿爸吼，最近较无闲啦。阿爸，你是去倒位啊？我逐工去 KB 找你，拢找无你呢。恁阿爸吼，最近吼开一间古董的店啦，你无用古董的代志啦。对啦，阿爸吼，最近无看你，我做想你，你知无哈？啊？啊是的哦，当然啦，你真有去过？有影啊。我就是你无爱互我做你的囝咧。你讲囡仔嘞，阿爸哪有可能无爱你做我的宝贝囝咧？阿爸吼，上爱你啊，啊，搁上惜你啊啦。无安尼啦，这几工吼，等阿爸无闲了，再带你四个行去，好无？好啊好啊。阿玲，啊，恁两个，哎，真实嘞，真实嘞。认你的囝做客囝，应该爱甲你拍一下招呼者。啊，即马说，是嘞是嘞，是嘞。阿母，你一定会甲因对无？哦，你就是阿明的老母啊！哎呀，人讲吼，有其母吼，必有其主啦。对啦对啦，哎大，阿明的老母吼，真正了不起啦，比查甫人吼还佫有胆量。恁两个熟悉啊？见过一摆面啦，爱讲落伫咧溪仔边吼，迄个什么四脚金川啊，差不多甲当作玉兰花掠去啦。啊，就阿明因老母吼，才甲我占的啦。啊，假是迄金川啊，伊毋知用我放开。啊对啦，讲到迄金川四脚吼，是敢若真惊阿明因老母呢。伊讲两句吼，伊毋敢安怎呢？安尼哦。嗯。哦。多谢哈，多谢你救我兄弟啦，多谢。毋安尼讲啦，我即摆是讲我应该讲的话，做我应该做的代志啦。无啦，安尼就真了不起啊啦！啊，阵啊全台湾的女性吼，拢亲像你安尼才有气魄，安尼台湾人吼，都袂予日本人欺负啊啦。较细声的，无得较有迄个四脚走狗会去灭国哦。啊，毋免惊遐四脚走狗啦，有阮大弟吼，啥物都免惊啦。我自我介绍者，我叫做玫瑰啦，阮大叫做吼廖三。恁好，我叫秋月啦，啊真歹势，阮阿明啊拢甲恁插座，互恁增加足侪麻烦的。啊，别，毋通安尼讲，毋通安尼讲，我甲阮大吼，去互麻烦甲真爽快。是啦是啦。啊，对啦对啦。啊，时间无早，我过来摕衫去互人，啊，你赶转来找厨房，我洗杯吼。啊，行，来等。我袂啦，我要甲阿爸做伙去佚佗啦。你这囡仔敢若风算尔啦？人迄廖三无讲，伊才开一个古丁店尔，搁你无闲咧，哈？哦，袂啦袂啦，无遐无用啦。啊对啦，我店的吼，就伫头前遐啦。你阵若无去嫌，无来我店的啉一杯茶才走啦吼。好。对啦，阿母，行啦行啦行啦。袂用啦，阿母搁有代志爱无用，无安尼啦，你甲因去就好啦。真是嘞哦。无安尼嘛好啦，你放心啦，我甲美姑吼会甲阿明送转去啦。晓啦晓啦。无安尼才麻烦你咯。阿爸，你过来就，咱行。哎呀！
想做要骗我？恁翁早就死了，你想安怎要骗我讲溪边迄个佚佗人就是恁翁，也阁是恁囝阿明的老爸？当我无讲过这话啦，这一切拢是误会啦。既然是安尼，你想安怎要甲我解释清楚？你也无机会我甲你解释啊！迄天来你有安讲的啊，气喘就为了做你走。就算是安尼，你嘛是会使找时间甲我解释啊！为什么？有啥我甲你解释？我敢有这个义务性？当你也毋是我的心意人啊！我若有心代志爱你来管，我嘛无这个机会，而且等你甲我质问啊！秋啊，是嘞，拢是我受冲动啊！这一切拢是我唔对，请你原谅我。其实你嘛无唔对啦，若要讲起来，拢是阮阿明掠的啦。这个囡仔去林了上做客老爸，这代志事先也无甲我讲，我嘛唔知讲伊哪会对这了上遮尔啊钦佩着。啊了上吼嘛真惜阮阿明啦，因两个唔知安怎安尼遮尔啊有缘着。那安尼恁两个，我是讲，你甲迄个了上，你这啥物意思哈？我看会出来，你嘛对迄个了上真钦佩对无？你莫伫遐乱讲哦！秋月，我会提醒你，迄个了上来历不明，伊是一个危险分子，你母仔囝上好离伊较远的，也若无惹祸上身，后悔无及。你未免管了伤济啊！秋月，你敢唔知我对你的心意？放手！你知影我是受了偌久以后，我才有勇气来对你表明我的心意。秋月，我是足介意你的呢。你莫搁讲啊！咱就是无可能啦！为什么？是因为迄个死了佚佗人对无？你莫伫遐乱讲好无？我是真心关心你啊，我才来提醒你。你也知影，真正有这个能力来保护你的查甫人，是我金川，绝对唔是你死了佚佗人。我无需要人甲我保护，我家己我都照顾我家己啦。你莫伫遐讲大声话，秋月，别人唔知影你的过去，也毋过我知影。你就是抗日分子胡俊雄的家后，你的本名毋是叫秋月，你是美月，对无？我啥物拢知影。你未来台南府城，就是为着要夺撇黑白两道对你的对杀。你知影啥物？我阁知影地图的代志。什么地图？所以你即马知影，真正有能力保护你的查甫人，是我金川，绝对毋是你死了的。地图是毋是伫你的身上？我这哪有啥物地图？秋月，你莫骗我！为着你的安全，嘛为着我的方便，我希望你即马就把地图交予我。我拄也甲你讲过，我这就无地图，你袂晓听心啦！秋月，秋月，秋月，你紧开门啊！秋月，秋月，我甲你讲，你即摆甲我讲，地图的代志事干了解，我会使保护恁囝安全。你若无，你母仔囝难倒去死啊！秋月，你有听到无？我虽然对你有感情，也毋过，我无想要因为我私人的感情来袂记你我的公事。我阁有你2天的时间，后日暗，我一定伫这等你。我即摆应该安怎做？才能保存这个地图咧？爱记，你一定要甲这么多交给咱会。人海茫茫，我是要去对找玉兰花咧。
哦，阿母，后摆的狗仔丁量超好爽的哦，内面哦有足水的狗仔丁哦。安尼哦，阿母，规日工就一元宵节啦，我甲咪姑阿舅，还佫我阿爸，拢讲好啊，要做伙哦，带秀哦，到林去看狗仔丁啦。安尼哦，阿母，你嘛做伙去好无？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你是安怎啊？无安怎？你去食饭。阿母，你还袂甲我讲，你看因哦，你要甲阮做伙去看狗仔丁无？那是要看什么狗仔丁啦？去食饭，饭食饱后，咱紧离开这。是安怎阿母？咱问遮济，紧的啦，无就袂赴啊啦。我无爱啦，只有咪姑阿舅，有阿爸，还佫有秀girl啊，我无爱离开这，我无爱啦。你这个囡仔安尼，今日你看，惨嘛啦，袂赴啊，因来啊啦。阿母，你是安怎行到安尼啊？你免惊啦，阿明会保护你，我去开门。你莫出去，你在我等我，唔通出去哦，有听无？你敢一个月嘛才要来？我陪我2天时间考虑，你哪会这么口口相逼咧？你这个死卡糟糕，你当中安尼来危害我心，你看唔对啦，我才无你教你咧，有钱骗无？把你点出来！我跟你拼！是我啦，是我啦，是我。是你啊，歹势啦。啊，就有人送水果给我啦，啊，我讲赶来阿明吃啦。那就才够你做啦。是你哦，阿爸。乖。阿爸，你一定还袂食暗顿对无？咱做伙来食啦。哦。好啦好啦。无什么菜，无我看怎啊，佫有菜无？我传一寡来你食。哦，免，恁食啥，我对恁食啥啦，唔免麻烦啦。无喏，你是人客，安尼会伤失礼啦。你毋通再客气啦，再客气就伤生分啊啦。对啊，阿母，阿爸是家己人，也毋是人客啊，你就免遐客气啊啦。啊你，阿明就是安尼啦，才带咧人疼啦。是你唔甘嫌啦，我遐济，我来我。多谢多谢。阿爸，坐啦。阿明来，食溜丁。我食饱才食啦。哎，食饭饱才食好啦，我来。多谢多谢。番薯皮较冷啊，无来烫烫的吼。免啦，我介意食冷的。